屋企最多甲醛嘅地方唔係油漆，唔係膠水，而係嗰排櫃啊。其實港澳好多人咧都係全屋定製家私㗎啦，但係好少人換啲板係用咩級數，因為咧成日都會睇話啲油漆可唔係零甲醛，其實最高甲醛嘅地方真係唔係喺啲油漆度，而係喺啲板度，特別係密度板，因為咧密度板咧好多時候將木碎打成粉，然後再加大量膠水壓製而成，真正最多甲醛嘅地方就係嚟自嗰啲膠水。而世界上咧其實係真係冇一樣零甲醛嘅人造板材，呢啲全部都係噱頭。咁要點揀啊？要記住3樣嘢。第一，板材要揾 ENF 級別嘅。因為佢嘅甲醛含量係最低，暫時最低，可能未來仲有進步嘅。佢係每個立方大概0.025個毫克，係屬於已經最高標準㗎啦。而 E0咧大概係0.05，都已經係佢嘅一半㗎啦。第二係累加效應，因為一塊 ENF 就算再安全都好啦，喺一個大概400尺嘅屋企裏面，佢塞10塊，其實佢都有啲超標㗎啦。所以板材嘅數量盡量可以去控制就去控制啦。第三就係封邊嘅工藝，板材嘅切口冇封好嘅話咧，甲醛都可以喺呢個地方大量釋放。所以呢一個好嘅封邊咧，至少可以減少咗一半嘅釋出。所以下次要訂家私嘅時候，除咗問價錢，最好要問埋佢係咩板材、咩級別同埋咩封邊啊。